来继续来看侯友宜，伊的选战是主打着关公牌，希望这个郭台铭遵守承诺甲收天。也毋过，国民党南投县的副议长潘一全伫面册来批评侯友宜是无情的关公。伊讲侯友宜若当选，伊一世人食菜。侯友宜早起接受到访问是4两破千金，讲尊重每一个人食食的习惯，讲食菜嘛是一个袂歹的选择。 继续来支持我们年轻人。一个见面，两个人握手了后，随行去会场内底，侯友宜、朱立伦一齐合体来到立法院和少年的交流。侯友宜总统候选人。 这是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主办的无期立法院活动，大概学生因各党的委员，侯友宜致辞嘛答应当选了后，会来立法院做国情咨文。毛外界伫咧想，敢是提早来做实施？国民党征召当总统候选人，我第一项的政策就特别说了，我会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法到立法院。 来跟立委国情咨文报告。当选总统关于接受民代监督，不过即马上和侯友宜担忧的共款是党内整合问题，因为进前侯友宜接去国民党南投县议会副议长潘一全口说白是无情的关公，佮问侯友宜若真正当选，伊愿意一世人食素，和党内拢伫咧议论。我尊重每一个人的饮食自由的选择。 加说嘛是袂歹的一个选择啊。除了红看作是支持郭台铭派潘一全引起争议，进前金庙的县长徐耀昌伫咧过党的造势活动，讲要引导国民党。对于这件代志，国民党中央科技会昨晚发函予徐耀昌和庙里县的党部，要求董事长出面讲详细。外界都伫咧关心潘一全敢会比较办理。任何影响党或者是影响我们的同志的，都由我们考纪会来严正处理。不过最近吃素是很流行。 不能用吃素来诅咒了，因为大家会说那吃素很健康啊。潘一全敢有达到党纪红线，朱立伦、侯友宜两人食素讲法4两破千金，恐惊就是烦恼旧调来搭旧谱，搁互党内闹分裂。Hello， 我是谢嘉璇，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